係2014年最後嗰次交流，都好多，好多你話。因為我唔知佢哋嘅係啊，佢哋係嗰啲即係老豆整咗之後，人。我真係就係咁，佢有冇試過係利用外星人，即係啦，佢哋嘅人類去搞佢另一種人類。嘅係咧，唔係人。有嘅就交叉，係幾得啊！我搞出係呢一個交流嘅，你呢個係咪？研究嘅就打開，因為你咁就係咁，佢有冇試過係利用外星人，即係啦，佢哋嘅人啦、人種啦、人類去搞佢，進行另一種人類。有嘅就交叉，唔係啊，嘢再加係咪邊嘅？你再加邊嘅？應該中間先。想問呢一個交流嘅有冇成功去有一啲第三類嘅生物，即係外星人同人類結合嘅生物交流喺香港上？我真係大你我真的地球上面咧，定係喺太空？喺地球上交叉，我睇下我俾你。而家係美國。